美國勞工部公布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月增率達到0.6%，年增率升到3.8%，是這13年來上懸的。而通膨升溫的主要原因就是伊朗戰爭，引起全球能源甲供應鏈的危機，全面影響美國國內物價也有生活成本。那美國總統川普是強調，只要戰爭結束，通膨就會大大降低。美國公布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創下近3年紀錄，達到3.8%。美國總統川普訪問中國進行回應，稱拜登政府才是美國通膨上界嚴重的時代。With all of this, inflation is much lower than it was under Biden. Biden had the highest inf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And now what you have is, as soon as this war is over, you're going to see inflation go down to probably 1.5%. 通膨壓關主要來自能源起價，不過就算是排除食品能源了後，核心 CPI 4月月增率0.4%，也是比3月0.2%更較懸，年增率是2.74%，也是懸過3月2.6%。其中租金成本也是核心通膨重要影響之一。根據民調機構伊普所5月上新統計，有2/3的美國人認為川普到今攏無講清楚，到底為什麼要去拍伊朗，反而又會繼續起懸。不過川普也是強調，伊甲伊朗的談判未去考慮到美國人的落地啊。I don't think about Americans' financial situation. I don't think about anybody. I think about one thing: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 motivates. 經濟學者認為，能源價格影響也未完全出來，未來幾個月運輸甲消費成本恐驚閣再造成第二波通膨壓力。這份報告也對川普造成新的政治壓力。川普2024成功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證的壓通膨、解釋民生成本。另外一方面，自2月底開戰以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直攏是伊朗上大攻擊目標。不過，今年嘅日報報道，開戰了後，阿聯一直咧秘密對伊朗發動攻擊，包括4月初攻擊波斯灣伊朗拉凡島的一座燃油廠。針對這條消息，阿聯甲北京攏無要評論。公視新聞竟完全變譯。